那讲到南韩总统尹锡悦是因为发动戒检牵涉内乱罪，这做是南韩头一个去用逮捕现任总统。今法院是搁再以叛乱罪甲滥用职权，可能灭证等理由裁定收押，嘛搁再创下南韩现任总统的头一个。属于司法部的那些小火车在为拘留所出来的韩国总统尹锡悦，前往修宪西部地方法院，从现任总统出席羁押庭的受理。 증거관계, 법리문제에 대해서 성실하게 설명하고 답변을 하셨습니다. 오늘은 뭐 그거 이상 말씀드릴 게 없고. 经过我5点钟的羁押庭，尹锡悦发言大约40分钟，甲辩论律师一致反对声押，也不过法院以涉叛乱甲滥用职权有毁灭证据过虑，裁定羁押，拘留期限为48点钟延长到20日，正做韩国史上头一位获法院批准逮捕的现任总统。 尹锡悦支持者突破警方的人墙，想要弄离法院抗议。外口搁较有保守派示威民众集结。南韩甲美国国旗为日前到暗时对立期间至少46名支持者轰掠。 절차에 따르면서 수대를 받고 계신 대통령님을 응원을 하고 그리고 법에 어긋나지 않게 판결이 나왔으면 좋겠습니다. 尹锡悦放弃亚上大在野党，共同民主党是肯定法院认为是中建宪政特殊的基础。不过尹锡悦律师团甲国民力量党认为法治已经死啊，批评法院裁判不公。总统办公室质疑，这个裁定对比在野党政治进步并不公平。对此负责调查的公调处表示遗憾，强调不可爱顺司法来救济。佢要求刑事检不权的尹锡悦爱出席19日的调查。另外，南韩要防击爱历任总统有罗泰愚、金道焕、朴槿惠甲李明博士的人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